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10月13日，歡迎嚟到英國時事10分鐘。依家一齊睇下英國剛啱有咩新聞。首先係 BBC 網站嘅消息。第一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倫敦高等法院審訊，多間車廠被指控喺排放測試中作弊，造成大量英國及歐洲兒童死亡及患病。第二則新聞BBC 報導，英國韋克菲爾德 Wakefield 監獄發生襲擊事件，前 Lost Prophets 主唱 Ian Watkins 被殺，2名男子被控謀殺罪名成立。第三則新聞 BBC 報導，美國中東特使讚揚英國國家安全顧問 Jonathan Powell 對加薩停火協議嘅貢獻，英國保守黨領袖柏丹娜 Kemi Badenoch 表示遺憾。第四則新聞BBC 報導 ，Moneyfacts 指出，英國平均按揭利率自2月以來首次按月上升。財相李允晴 Rachel Reeves 將於11月發表預算案。第五則新聞 BBC 報導，前英國極右活躍人士 Tommy Robinson 因拒絕提供手機密碼，喺英國 Folkestone 被控違反恐怖主義法，案件喺西敏寺裁判法院審理。第六則新聞BBC 報導，德國總統將於12月訪問英國，呢將係27年來德國首次國事訪問。查理斯國王及卡米拉皇后將於溫莎堡接待。第七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格洛斯特郡 Gloucestershire 一名女子因法院延誤，放棄控告的士司機性侵案件，事主表示對法院感到失望。第八則新聞 BBC 報導，前英格蘭欖球代表 Luther Burrow 表示公開揭露欖球界嘅種族歧視令佢嘅職業生涯提早結束。RFU 證實事件並展開調查。第九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薩里郡 Chilworth 一名母親因改裝電動單車引發火災導致家園盡毀，慈善機構警告改裝電動單車嘅風險。第十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保守黨議員柏丹娜 Kemi Badenoch 致函司紀賢 Keir Starmer，要求交代涉及中國間諜案嘅未解疑團，事件牽涉中國嘅間諜活動。第11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萊斯銀行 Lloyds Bank 宣布，由於預計更多客戶有資格索賠，將額外撥出8億英鎊應付汽車貸款賠償，總額接近20億英鎊。第12則新聞 BBC 報導，倫敦巴士司機指出，多輛巴士及休息區受到蟑螂侵擾，情況令人無法接受，並促請有關部門立即採取行動解決，保障乘客同司機嘅健康安全。第13則新聞 BBC 報導，威爾斯劇菲利市議會補選，工黨喺當地已執政百餘年，此次補選或將面臨嚴峻挑戰，其他政黨正爭取機會挑戰工黨嘅長期統治地位。第14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警方調查1994年海本橋 Hebden Bridge 女童謀殺案，一名囚犯被捕，該女童當年失蹤5個月後被發現身亡。第15則新聞 BBC 報導，蘇格蘭首席大臣約翰史密夫 John Sweeney 宣布，將於蘇格蘭建立一系列免預約 GP 服務，以增加100萬個預約，並會喺今年內開展第一個服務點。第16則新聞 BBC 報導，北愛爾蘭 Newtown Abbey 一名女子嘅屍體被發現，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並展開謀殺調查。當地社區對事件感到震驚。跟住到衛報網站嘅消息。第17則新聞衛報報導，蘇格蘭首席大臣約翰史密夫 John Sweeney 表示，蘇格蘭政府將贊助外國護理人員嘅簽證，並批評西敏寺對移民嘅歧視，令蘇格蘭老年人受害。第18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電訊商沃達豐 Vodafone 出現網絡故障，數以萬計嘅寬頻同手機用戶表示無法使用網絡服務，包括上網同打電話。第19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唐寧街發言人否認政府干預中國間諜案，
強調決定權完全在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PS) 手上。第20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 Tommy Robinson 聲稱 Elon Musk 支付其法律費用，佢因拒絕遵守隧道警方要求而被起訴，案件正式開審。第21則新聞，衛報報導，科學家喺實驗室成功培植出類胚胎結構，產生人類血細胞，為再生醫學開拓新方向，有望利用病人自身細胞修復受損組織。第22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柴油車排放門審訊揭示車廠為牟利，寧願欺騙消費者，而非遵守排放法規。案件涉及 Mercedes、Ford、Renault 等，索償額或逾60億英鎊。第2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遇害國會議員家屬對英國政治言論暴力化表示擔憂，認為 Charlie Kirk 襲擊事件敲響警鐘，暴力威脅日益加劇。第24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環保組織 Greenpeace 威脅起訴 Crown Estate， 指控其抬高離岸風電成本，利用壟斷權謀取暴利。第25則新聞，衛報報導，諾貝爾經濟學獎3位專家憑藉對科技推動經濟增長嘅研究獲獎。Joel Melker 曾警告特朗普關稅帶來嘅陰雲。第26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慈善機構指控有毒嘅移民言論導致針對員工嘅威脅增加，被迫加強保安措施。第27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過百位國會議員關注加沙學生無法攜帶子女赴英留學嘅困境，促請政府關注並協助解決。第28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大部分鐵路營運商回歸國有，政府力促鐵路服務更可靠及可負擔，目標喺2027年前完成所有營運商嘅收歸。第29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財相李允晴 Rachel Reeves 被警告避免倉促揾錢，研究機構指其或因財政預算赤字而損害經濟增長。第30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中東停火協議，國際領袖討論英國角色，前首相貝里亞對停火貢獻及未來影響，以及哈里王子嘅可能參與等，備受關注。第31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2004年喺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首次生產石墨烯，但係2年後，英國嘅石墨烯公司發展參差。第32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萊斯銀行 Lloyds Bank 警告，汽車金融醜聞或令其損失近20億鎊，銀行額外撥出8億鎊應付賠償申索。第3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航空 British Airways 拖延支付220鎊嘅航班賠償，先話係惡劣天氣，再話係營運問題。第34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工會敦促國會調查 TikTok 計劃，以裁減439個內容審查員嘅職位，憂慮呢啲裁員或令兒童接觸到有害內容。第35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國家信託 National Trust 聯手電視野生動物專家，推廣秋季自然保育活動，鼓勵人們欣賞季節景色。第36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演藝工會威脅就演員喺 AI 內容中使用肖像採取大規模直接行動，抗議侵犯版權同埋濫用個人資料。第37則新聞，衛報報導，藝術界嘅 Barbenheimer、Frieze 藝術展負責人希望同巴黎 Paris 藝博會掀起熱潮，儘管市場低迷。第38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歌手 Kate Bush 聯同52位英國藝術家，利用名曲 Running Up That Hill 為受戰爭影響嘅兒童籌款。跟住到天空新聞網站嘅消息。第39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柏丹娜 Kemi Badenoch 指責政府喺中國間諜案中掩飾真相，質疑 Jonathan Powell 喺案件中嘅角色。第40則新聞，
天空新聞報導，波蘭 Poland 女子涉嫌喺2022年到2024年間多次滋擾 Madeleine McCann 嘅父母，並要求進行 DNA 測試。第41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 ，Tommy Robinson 被指拒絕向警方提供手機密碼，聲稱手機內有敏感嘅新聞材料。第42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 ，Vodafone 網絡大癱瘓，數以萬計嘅英國用戶表示網絡出現問題，公司表示正努力解決。第43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喺1994年謀殺13歲女童 Lindsay Reimer， 案件重啟調查。第44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兩名男子因涉嫌謀殺已故 Lost Prophets 樂隊主音 Ian Watkins 而出庭應訊。第45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蘇格蘭政府將贊助護老院員工，以應對司紀賢 Keir Starmer 改變技術工人簽證嘅情況。以上內容只係新聞標題，因為可能會有版權問題，我哋冇辦法提供每則新聞嘅詳細內容。多謝大家收睇點聽點講頻道，下次再見啦，拜拜。